好，咱们再来一会儿啊，还复习一下吧。这个翻到67页，把学的那3句话复习一下。67页啊，我们读一下。亲妹嫩呢，底盖界拿婆肉，科灭缺给仆，塞本狗呢，科莫盖瓦他们戒毒，科灭票，主毒呗，塞本学记，普系原那样，去开瓦汤，将给撒瓦学记，科灭驴干，熏本土都究竟，皮下撒瓦学记，姐妹说。下边一句，俺坎儿盖讲，开堂拆的，开讲爱，血本小姐，最后一句，给包客，罗就你给盘多，米下巴西。撒瓦尔狗鸡，一个是狗鸡，一个是小鸡，都是发愿发誓，诅咒。这个动词也再过一遍，多读啊，动词在这个多读很起作用，连记带这个联系意义什么都是靠多读。咱们来啱nhung tớp cư nhun tuyê nè kha cho tre nhô nhuyễn trẻ囧。好，咱们再往下。现在咱们在学的是什么呢？是不自主动词的变化形态。不自主动词呢，跟自主动词是动词里头的2大类。不自主动词呢，数量少，自主动词数量多。自主动词变化复杂，不自主动词变化简单。咱们把它这个精华摘出来，就是它跟自主动词相同的，咱们就不用记的，不用管它。摘出来，现在咱们发现这个不自主动词变化有2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什么呢？前加字是啊，现谓呢啊不动，现谓同形，过去时把前加字啊去掉，这是一种变化形式。第二种变化形式是什么呢？就是现谓同形，就是由于前边不能加爬呀，造成现谓同形。过去时呢，后边还能加个仨。就是这2种情况是它这个常见的。实际上后一种情况呢，属于正常，就是属于前边不能加爬，只能后加仨，所以变成现谓同形，过去时加仨。前一种呢是这个不自主动词特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加字啊，现谓都谓不能加前加爬了，因为有啊不能前加爬了，现谓同形，过去是把前加字啊去掉，这是它一个特色。现在咱们看第4种，就是第一种是前边能加爬，后边能加仨就正常。第2种是后边不能加仨，第3种是前边不能加爬，第4种是前边也不能加爬，后边也不能加仨，就是这4种组合。咱们看啊，4前加字啊，基字不能与爬结合的，前边不能加爬。我们看一下啊，现谓同形，因为前边不能加爬了，所以谓前加爬谓不能做了，那就是谓跟现同形了，就是未来时不能加爬了，
现位通行。过呢减前加字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前加字是啊的呢，这个不是全部前加字是啊都这样，它是有一些前加字是啊的呢，它那个基字不能跟前加字爬结合的，结果就变成了这个现位通行过去是减前加字啊。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啊。第一个是咱们在学拼音的时候学过，就是那个开水，沸就是开了，这是动词啊，就是到了水到了100度了啊，开了。缺，你看它这个变化，就是它的咱们说过这个不自主动词的一个特色变化，就是前加字现位都不动，所以现位通行。过去时把前加字啊一去就成了，这是它一个特色，记住。下边一个咱们也学过啊，透，得到咱们经常这个用到，这个也是这个它的典型，叫现位通行，前加字啊都不动，过去时把前加字啊去掉。下边一个是失败的读法咱们读啊，是 pam， 这又是它的典型，叫现位通行，过去时把我去掉。接着一个啊，气，现位通行都有前加字啊，这个过去时把前加字啊去掉，这是一个不自主动词的特有，就这么一种特有的这个特点，你记住这个意思就行了。不自主动词经常会有一种两个前加字现位通行，过去时就去了前加字就行了，记住这么一种形式。然后具体的呢，你就需要去记动词去，就是哪个动词是这个情况。它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基字前边不能加爬。你看那个咔，第二竖行前边从来不加爬的，所以前边不能加爬的时候，它就什么呢？就是过去时就把前加字去掉。记住它这个特点，像后边这些都是前头不能加爬的。咱们再看第3行那个断，就是断掉、断绝、断除、断灭啊，断。切，就是掐前边，咱们说第二竖行前边不能加爬，咔嚓嗒啪嚓，这几个前边都不能加爬，所以呢，它的这个就会出现这种变化形式，就是后边把这个过去式把去掉。最后一个动词是囧，它这个你看也是，它因为基字是爬前边不能加爬，所以它就符合这个规律，就是什么呢？现位通行都是带啊，过去式不带啊。这是个很常用的字儿。发生咱们说过，发生、显现啊，这个还有一个是大种，是吧？这是不自主动词这个特别的一种变化，一种这个特有的变化规律。最后一种前加字是啊，基字为塞擦音的，塞擦音咱们说过就是掐擦，就是又有这个阻塞掐擦，又有阻塞，又有这个就是又有阻塞爆破，又有这个发出去的这个发音的时候气流又有阻塞，又有摩擦，这叫塞擦音。塞擦音呢，基字是塞擦音的，过去时基字呢变成擦音，就是不再有那个爆发，不再有爆破，不再有堵塞，光变成这个发这个气流的时候有摩擦。具体呢咱们来记啊，就是说前加字啊里头有这么一种情况，基字是塞擦音的呢，过去时基字变成擦音，前边也不变。咱们看啊，还是现位通行。咱们看第一个呢是升起来，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太阳升起来了，那个上升的升。签儿，虾儿，你看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跟上边那个有点相似，现位通行啊我前边都不变，
前边那个是把啊我去掉，他这个呢也把啊我去掉了，但是呢还这个多了一项，就是什么呢？把那个掐擦杂这几个，这是这个赛擦音啊，正好他这4个都给举了例子。赛擦音就是这4个，掐擦杂，哎，这个啊，他那个不是擦，不是擦，是有杂，但是他这个擦是赛擦音，它变成谁呢？就是这个不但把前夹字去掉过去时，而且呢要把这个赛擦音变成擦音，就是掐变成虾，掐变成霞，哎，这是这个高音变高调，这个低调变低调，然后这个掐啊，然后杂变成撒啊，它这个这儿出现了3个。这就是这个变化呢，也可以算到第4种变化里头的一种发展，就是说它也属于第4种变化，就是特殊的，就是现位同形有前夹字啊，过去时呢把前夹字啊去掉呢，如果这个基字是赛擦音的，哎，它还要这个变成擦音。再读一遍那个上升的升啊，掐儿，虾儿，哎，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这个升。然后呢，再读下边横着来第2个啊，死就是死亡的死，气，哎，这个息咱们见得多了，生死息见得多了，它呢就是由那个掐变化来的，赛擦音变成的擦音。这个虾就是广发气流的时候有摩擦，没有爆破，没有，你看掐，它一开始有个爆破，虾没有前边那个爆破，所以广叫擦音，不是啊色擦音。这是死，然后下边一个是酒，消化，就是咱们吃的东西消化，也可以用在这个抽象意义上的消化融化。这个它的变化你看也是什么呢？前2个啊我不变，就是前2个同形，到过去时呢把啊我去掉之后呢，掐要变成霞，就是跟前边那个掐变成虾呢相对应啊。最后一个是耗尽，咱们读一下啊，贼，哎，杂是赛擦音，要变成撒，就是没有爆破了，光这个摩擦，这是耗尽，就是消耗的意思。这是这个不自主动词呢变化呢比较简单，一般的呢就随大流，随着自主动词变化。它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呢，就是这一种，就是什么呢？现位同形前夹字啊，现位同形不变，过去是把啊去掉。如果这种呢是这个基字不能前加爬的，是这种变化。如果基字是赛擦音的呢，色擦音的要变成擦音，这是它的这个不自主动词变化的一个特色。咱们把刚才这2组读一下啊。缺透pam气切囧签儿虾儿气酒贼所以这个不自主动词的变化呢比较简单，咱们以后结合的这个具体的动词呢，咱们再来复习。现在咱们再学几句啊。不自主动词的现在时和未来时，现在时和未来时呢，不自主动词可以单独做谓语，也可以加一定的语尾构成谓语。注意它的语法意义啊，不自主动词表示这个语法意义是表示什么意义？注意啊，表示动作是现在经常发生或将要必然发生的。就是不自主动词，因为它是不受主语控制的，它是客观形式造成的，所以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必然发生的。
啊，经常这样的，它有这种意义，不是你这个主语可以控制的，就是我想怎么着怎么着，不是必然的，那是由我主观决定的，它就有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不自主动词表示的动作，它是表示必然要发生的，表示经常发生的这两个意义。再一个就是按照咱们那个原来的那个，就是区分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呢。不自主动词，你可以想象它的动作啊，都是表示某种结果的，就是这种结果出现不出现是不受这个主语控制的，有这个意义。咱们来具体的结合着这个句子来体会体会啊。第一种变化形式就是不自主动词的现在时、未来时呢，单独做谓语，就是它的这个现在时这个未来时呢，就是直接做谓语。否定式加个谜就行了。咱们来看啊，第一句，莽包嫉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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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包是很多啊，多多的啊，是许多。嫉妒，嫉是一，都是一个状语，就是土野地，就是状语形容这个动词的。这个莽包很多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很多人啊，这他因为寄送他那个就是受字数限制哈，他就不能说那么多的字了，所以他就莽包是代表很多的人。嫉妒就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单独的，这个也有这个就是转义，就是一致的，你看一的一地，就是拧成一股绳的，有点那个味道。很多人一心一意的，然后干什么呢？注意后边那个动词啊，是罗吞呐，罗吞呐，罗是心意识是吧？智慧，这都是心意识、智慧、主意，出的主意，想的想法，想的办法，主要是这三个意思吧。吞是什么呢？吞是一致、随顺、等同，一致、等同、和睦，最基本意思就是一致，就是随顺、相顺、等同，跟他一样，相顺、和睦，对，这么个意思，这个也是很常用的。罗吞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心呐是一致的，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心是一致的。他这个就是表现出这个，就是用语言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叫同意，或者是同心，或者叫同志，这是动词了，哈哈，不是名词，同意、同心，心一致，你直接也可以就用它这个词来组合理解，心都一致了，同心就是心都是一样的。那是如果很多人呢都这个一致的同意，都一条心的这个就是大家的意见都一致的话，心都往一处使的话，就这个意思。下边啊，念穷计较，这个穷咱们学过是小或者是少，是不是啊？念呢就是力量、能力，力量小、力量少，计较。这个力量小也是指的人，前边莽包是指的人，这个力量小也指的这个人呐，力量小，就是说人力量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叫这个弱者吧，是吧？人的力量小就是弱者，力量小、能力小就是弱者，就是小人物啊。这个念穷是指人，计讲是加一个句格，因为它这个凑字数嘛，它就这个计讲就算了2个音节，就是说由这些弱者们也怎么着呢？后边啊，
群亲族，群亲族，群亲族，群亲族。群是意事情是吧？事情外境，这个说话所指的那个意，它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很多了。最主要就是那个意，一个叉一个点，最主要就是这个意，它可以是事情。亲是大事，大事。主这个主不是不带撒的，是这个不自主动词，就是表示结果，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完成。是这个不是说别人那个完成什么东西，是指的它本身完成，是一个叫这个自动动词，大事也能完成，大事能完成，大事本身能完成，大事能不能完成，不受这个主观努力者的控制。就是你主观努力是想让它完成啊，谁也是想让它完成，可是你究竟能不能完成，那个不由你来控制的，这个你必须满足了条件才能完成。所以这个第二句的意思是咱们整个句子来这个通一下啊。如果很多人能够一致的同心，就是大家意见一致心往一处使。两穷就是力量小的人，他们由他们呢也能是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成就大事。很多人就是只要同心，即使是弱者们呢也能成就大事。这就是那个什么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一类的，这是萨迦格言里的，你看这是萨迦格言里的。它这个语法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这个如果很多人能够同心，这个是不由这些人的这个主观能控制的，就是大家都想我们一块来做这个事儿这个主观是我们要同心的，可是客观上的那不由你决定，究竟大家真的能不能同心，那不一定，就是大家究竟想的一致不一致，这个是不由这个说你想一致就一致了，它是一个客观的那个。你像这一个国家，大家都肯定都是想同心，但是实际上大家想的都不一样，这是个客观结果。所以它呢表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结果是一个必然发生的，是一个客观形成的。后边说弱者也能成就大事，这个能不能成就也是不由你想成就的人主观控制，它是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是大家同心，它必然就成功，这能够成就，这是肯定的。它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它必须大家来造成一个条件，你能够把那个条件造满足了，它才能发生。它不是直接由你的主观愿望。你像我想做不做这个事儿，这直接由主观愿望决定，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呢？要看你达到没达到这个做成这件事儿的那个努力的程度才行。所以呢，它这个不自主动词的意思就是表示必然发生的事儿。客观决定要发生的事儿。咱们来读一下莽包嫉妒，罗群呐，娘穷计较，群亲族。咱们分两次读完试一试莽包嫉妒，罗群呐，娘穷计较，群亲族。不错，写的挺快下边咱们再来一句是南大翁讲，这个南要读高调，因为这个鼻音只要有了上加字或者前加字，只要是不管上加字前加字，只要有一种甚至两种都有，这个它就要读高调，所以要读 nam 是什么呢？是天空。达是主人，是我，达我自己也是主人。天空的主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他这是天老爷，咱们中国说是老天爷无所谓，反正就是天主吧，就是天的主人。翁是这个来，翁是到自己这个方向来，
姜是也。老天爷来了也怎么着？米炸，米炸，不怕。哎，炸巴是咱们学过那个心经里头有哈，我心不恐怖，哎，怕不害怕，就是害怕，炸就是害怕。说天老爷来了我也不怕。后边一句啊，撒大翁姜，撒是地是吧？大是主，地老爷，地主，这不是那个人的地主，这是指的那个大地之主啊，就是这一块地的一个管这一块地的一个神吧，地主。翁姜来了也呢，米炸的，哎，就是也不怕。地老爷来了也不怕，地神来了也不怕。这个呆是一个逗号啊，停顿一下。撒翁呢？撒是什么呢？撒是这个漏，就是那个无漏法有漏法那个漏。哎，漏就是烦恼啊。不过这个漏啊，它的最基本含义就是指的漏。比如说房子漏了，你下雨房子漏水，你这个盆啊什么漏了，往下滴水，它这个本意就是指的真的这个漏，就是那个也指什么呢？往下掉下来，坠落，哎，掉下来，这也叫这是它的意思，这是它的本意，就是漏了，哎，就是那个漏水了，哎。对，漏了。这个，然后那个它抽象意义转的抽象意义是烦恼，漏是烦恼。这个漏为什么是烦恼呢？就是说这个，一个解释就是说，好像说那个从五孔七窍里头往外就是流不尽啊，就是有漏，反正是怎么呢？现在记不太清了啊。哎，就是漏是烦恼的一个代名词，说有漏法就是有烦恼的法，哎，无漏法就是没有烦恼的法，哎，证了无漏法就是证到人无我了。反正你就把这个漏啊跟烦恼这个联系起来，就是注意啊，撒是烦恼，翁呢就是如果烦恼来了，如果烦恼来了怎么着呢？急也是害怕，跟那个炸是一样的，哎，就是恐惧、畏惧、恐怖，哎，都是害怕，两个都一样，意思一样，都是害怕，就是畏惧、恐怖，反正这些词儿都无所谓了。那个就是这个，哎，就是这个急也是害怕。然后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烦恼来了呢，那他就怕了。这个话很有意思，哎，是天老爷来了也不怕，地老爷来了也不怕，什么来了怕？就这漏来了怕，就是烦恼来了怕。烦恼你不得不怕，你在这发愁，你在这痛苦，你在这什么，你当然不怕，你也得怕。烦恼这是这个直接破坏你的那个心情，破坏你的生活。那当然了，有烦恼那本身谁也不喜欢，所以谁也怕烦恼。没有人喜欢烦恼，这个话说得很好。咱们来读一读啊，返回来。南大翁姜米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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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大翁姜米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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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翁那吉，撒翁那吉，撒翁那吉。撒翁那吉。哎，这个拿你也可以读高，也可以读轻声啊，这个随你自己的情绪了。哎，天老爷来了也不怕，地老爷来了，当然了，你就是无病，叫什么无病不死人是吧？你当然不怕了，你什么都有因果，你又不做这个亏心事，又不做坏事，当然谁来了也不怕了。但是你自己起了烦恼，那就没办法了。哎，下边再来一句啊，金蝶吧
탐제， 金觉吧탐제， 金觉吧탐제， 金觉吧탐제。这个第一个是记，记为什么要读金呢？因为后边它那个第二个词前边是个啊，是个啊，这个啊呢，它就影响前边发成 n 的音，所以就金。这个记呢，这个是什么？哎，和什么就是什么，记就是什么。觉吧，觉吧呢，咱们前头也学过，是欲望，希望，也就是想，哎，你想什么，想要什么，哎，觉吧就是希望、期望，这个贪欲，哎，就是你想要什么，哎，这个记呢，代表这个什么，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名词，就是代表任何东西。后边那个是等于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哎，前边那个记成了一个名词，它不是什么的意思了，成了代表任何，哎，你后边成形容词了，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哎，然后下边他们借是一切，他这个前边说想要的这个记呢，这个任何是指的种类，就是你比如说我想要金子，我想要银子，哎，我想要这个布，我想要粮食，是指的那个什么种类，你想要的任何种类。后边这个他们借呢，是指你想要多少，就是你想要这个，比如说我想要这个金子，我要多少，一切，就是说你想要什么种类，它所有的想要的那所有的数量会怎么着呢？是波是什么呢？波就是降下来，波就是降落，哎，降落，这个流下来，水流下来，哎，水流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意思是降落，哎，降落，就是从上边下来，主要意思是降落。然后有这个流到什么地方？流入，就是水流入什么地方。然后人呢下车到站，哎，就是降到，就是你车到了，你到了你的地方了，哎，到站下车，有这些意思。这个抽象意义有这个收入，就是进项，就是你这个赚钱了，哎，有收入了。就是调到你这儿来了，钱调过来了，哎。最主要最基本含义就是降落。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想要什么，这个他们借就是所有的，你只要想要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会掉下来。你看它译的呢是加了一个说明，说像雨一样降下来，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如意宝，哎，你得到这个如意宝之后啊，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你一说，就都能像下雨一样从天上给你降下来。哎，有这样的如意宝。不要想好事儿，说嘿，我得这么个如意宝，这个不错。你得造善业，你得去积攒福德。你积攒够那个福德，你命中有这个东西，你才能碰到那个如意宝，如意宝才能在你手上待着。你如果没有这个福德，如意宝给你放到手上，它也不是如意宝。所以不要老想天上掉馅饼，天上能掉馅饼，实际上这都是馅饼是自己做的，自己这个布施的。所以不要认为说这都是神话什么，这个很正常的。你像你那个，比如说你要是这一生大布施，你下一生做天人，等于掉如意宝，是不是啊？你又不劳动，光那个吃喝玩乐，那还不是掉如意宝？想吃的就来，根本都不用想，衣服天衣就穿上了，那还不是如意宝？所以说这实际上这是事实。有没有流动的意思？哪个？啊，就是那个有没有流动的意思？有流到流入，哎，流到哪？哎，它不是最主要意思是降下吗？就是降落。哎，水呢降落到什么地方就流到什么地方，流入什么地方。哎，说流动还是流入？不是流动，是流入。哎，流入，它是到的意思，降到呢？你看说下车到站，哎，它是这个降到哪儿，这个意思。哎，不是那个
不强调运动过程，它就是掉下来了，强调结果。你看它是一种叫不自主动词嘛，是一个结果，就是掉下来了。你说我想让它下来，这是一个，然后它究竟下来不下来，这是记住所有的不自主动词啊，你掌握它自性就是什么？它是表现一种结果，它是表现一种动作发生的结果，这个是不自主的，是不由你人来决定的。就是你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宝贝掉下来，它究竟能不能掉下来？不，就是掉下来，出现结果。它并不是说掉，我想让你掉，这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让你掉下来，当然你让它掉下来，但是它能不能掉下来不由你决定，你得福得够才行。咱们来读一读啊。金蝶吧他们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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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哦不不不哦。不不，再来一遍啊，咱们把整个句子读试试啊。金蝶吧他们借不哦，金蝶吧他们借不不，金蝶吧他们借不哦，金蝶吧他们借不不。不错。再来一句吧，再来一句啊。下边一句是帕尔嘎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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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尔是这个在什么中间，就是中间间隙，帕尔是中间的意思，嘎是这个，如果单独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粗布，就是那个像那个咱们这个家里织的那种粗布，小帆布，就是那个就是比较粗的布，粗布啊，对，就是不是细布，像麻袋，小帆布，这种粗布，这是具体意义。它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呢？是少数，一些，少数一些，就有些，就这个意思。这两个词儿合起来是一个词儿，帕尔嘎。帕尔嘎是什么呢？帕尔嘎就是有时，有时候，它不是嘎不是少数一些吗？帕尔是在那个少数的中间，在少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呢，你就是呢，有时候呢，后边啊，绝松米涅的，绝松米涅的，绝是仓库，咱们前头也见过，绝是仓库，松是守门人，松是守护者，守门人，绝松组成一个词儿，就是仓库的守门的，就是叫司库。名词无所谓了，反正你就知道他是仓库的守卫者，仓库的把门的，仓库的管仓库的，就是司库。米涅的米是否定，涅是找到。注意这个涅呀，不是找，不是那个缺完了，缺是找到找不到不由他决定，缺由他决定，那是自主动词，就是你可以决定我去找还不去找，但是找到找不到不由你决定。这个涅就是找到，涅是表现那个找的结果，缺是表示找的动作，找到找不到他不管，就是缺就是找，这个涅呢就是找到找着了，结果，所以它是不自主动词。这就是逗号，就跟那个搭怎么的，撒搭不搭怎么的一样的意思。他们三个是弟兄，就是逗号顿号，反正就是中间句子中间的停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呢没找到司库，就是没找到看仓库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单氏太子啊，他不是要下去出海那个寻宝吗？国王跟母后呢都不同意，说
你要是想布施的话呢，咱们家里的那个东西你都布施了吧，家里的财物，他呢就找那个司库啊，就布施，就打开仓库就这个布施。后来布施的这个布施一大半了，布施的这个太多了哈，这个司库啊就怕把这个东西布施完了，所以这个司库啊就不配合，有时候他就跑了，就去旁边就躲着去了。到那个善士那儿，说哪儿需要什么东西了，跑回来找这个司库要布施了，有时候找不到司库。觉锅米切，觉锅米切，觉是仓库，国是门，仓库的门，米切，切是什么呢？它的本意啊是辨明，辨是辨别的辨，辨中边的辨，一个辛苦的，两边是两个辛苦的辛，中间是一撇一点儿，辨明，也可以这个分辨明白，主要意思就是辨明，这是它的本意，就是分辨明白。从它这儿引申出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开，把一个东西分辨清楚，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哈，分辨清楚就是分清它的界限，这是这一面，那是那一面，分开，它有分辨清楚，就是分开的意思，所以它有打开的意思。这个仓库的门呢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找不着司库，找不着钥匙，打不开门，这个善事就布施不了。所以呢，就是善事布施太多之后呢，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想布施了找司库找不着，结果呢门打不开。这样那个善事呢，他也明白这个意思，因为他是故意的，他要布施嘛，他要去取宝布施，父母不愿让他去，让他布施家里，那布施他就布施，他就是这个意思，我就给你布施，给你布施光了还不够，怎么办呢？你还得让我去取宝，他就是这么个战术，所以呢，有时候找不到这个司库，只是说这个情况啊，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司库后来就跟国王去说这布施还哪受得了，慢慢就布施光就没东西了，好，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咱们来读一下啊，再过一下吧。帕尔嘎是有时候呢，觉松米念找不到这个司库，打不开门。你看，打开找到都是那个动作的结果，都是不由这个主观的人控制的。你比如说仓库的门，你要想打开还是不想打开，这个想你去打去，这是去开去，这是一个自主动词。但是这个打开打不开不由你决定，也许你打得开，也许打不开，这个是由客观决定的。所以不自主动词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由你主语来控制的这些。你像前边那个上边那个怕不怕，这个怕不怕也是不由你这个主语来控制的。你想怕不想怕，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想到这个很少见了。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怕不怕，这不由你那个主观决定，它是一种客观决定，所以都叫不自主动词，就这个意思。咱把这句话读一下啊。帕尔嘎尼，周老师这样读，如果读成一个词呢，应该读帕尔嘎尼，觉松米涅的，觉松米涅的，觉国米切，觉国米切，就把它当成一个那个双音节词来读，就这样。今天6点半也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咱们来把刚才读的这个读一下，咱们就结束啊。翻回来，从这个后一半这个就是这个动词开始，就是从第4组这个动词，咱们也读。动词还要不要读啊？读一读啊。这个因为这个动词比较简单，也忘了跟前面连着读没连着读一下吧。啊，缺
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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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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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气气切切切囧囧囧签儿签儿仙儿气气西九九九贼贼贼忙包季度落春呐냠충 끼경 튠친주 망보 지도 로튠나 냠충 끼경 튠친주 남다 옹경미다 사다 옹경미다데 사 옹나 지再来一遍啊남다 옹경미다 사다 옹경미다데 사 옹나 지下边一句今对吧他们借伯伯今对吧他们借伯伯最后一句팔가니 죄송 미녀데 죄고 미체 팔가니 죄송 미녀데 죄고 미체好，今天就到这儿吧。